歡迎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今次呢集係來自天空新聞嘅報導。倫敦警察總長馬克羅利 Sir Mark Rowley 對即將喺西敏寺 Westminster 舉行支持巴勒斯坦行動 Palestine Nation 嘅示威表示震驚同不滿，因為呢個組織最近闖入咗英國空軍軍事基地，仲破壞咗2架軍用飛機。政府而家正考慮將佢哋列為恐怖組織，如果通過支持或者參與就可能犯法。不過警方話喺未正式取締之前，佢哋無權阻止示威，但犯法嘅人一定會被嚴正處理。內政大臣顧以為 Eva Cooper 將會向國會交代詳情，而商業大臣同前司法大臣就對取締理由有唔同睇法。巴勒斯坦行動近月亦搞過多次激進示威，包括破壞保險公司同特朗普嘅高球場。詳細新聞內容，政府而家正準備用反恐法例去取締巴勒斯坦行動呢個組織。不過，倫敦警察總長馬克羅利對即將喺西敏寺舉行支持巴勒斯坦行動嘅示威感到震驚同埋不滿。呢個叫巴勒斯坦行動嘅激進團體上個禮拜就闖入咗英軍嘅白列斯諾頓空軍基地 Lethbridge Norton， 搞到2架軍用飛機受損，仲變相向外揭露咗一個英國空軍基地一個相當嚴重嘅保安漏洞，引起咗全國關注。馬克羅利就話，警方目前喺法律上無權阻止支持巴勒斯坦行動嘅示威發生，因為呢個組織未正式被定為恐怖組織。但佢強調，如果示威期間有人犯法，警方一定會嚴正執法。呢班人係有組織嘅極端犯罪分子，政府依家仲考慮緊將佢哋列為恐怖分子。佢哋唔單止搞破壞，損失可能達到幾百萬鎊，仲曾經用大鐵打警察，最近又入侵軍事基地，整壞軍機，好多成員而家都等緊上庭。全部都涉及嚴重罪行。佢仲講，雖然英國有集會自由，但支持呢類組織嘅行動已經超越咗大多數人心目中所接受嘅合理示威。內政大臣顧以為會向國會匯報，正式將巴勒斯坦行動列為非法組織，意味住以後無論係參與、支持或者幫佢哋都可能犯法。至於呢個取締行動，根據程序要由國會議員同埋上議院議員通過先得。商業大臣韋諾濤 Jonathan Reynolds 喺週末接受訪問時話，唔排除有外國勢力喺背後支持呢個組織。不過，前司法大臣法爾高拿勳爵 Lord Charlie Falconer 就喺天空新聞嘅節目度話，單靠破壞飛機嘅行為未必足夠構成法律上取締一個組織嘅理由。佢話，我知道佢哋喺白列斯諾頓空軍基地噴咗啲嘢落軍用飛機度，但如果淨係呢啲，應該未夠成為非法組織，可能仲有其他嘢我未掌握。巴勒斯坦行動最近搞過幾次示威，包括喺倫敦噴漆破壞 Allianz 保險公司嘅辦公室，仲有破壞美國總統特朗普 Donald Trump 喺蘇格蘭艾爾郡 Ayrshire 嘅高爾夫球場。呢集講到呢度先，多謝大家收聽或者收睇，我哋下集再見。